台语真能动，愈讲愈能动。大家好，我小杰。咱定定咧讲吼，国家语言法典法吼，伊通过了后，咱就爱加注意一寡咱有当时啊，伫咧公共场所，还是伫咧教育现场，咱就爱互迄台语，还是其他国家语言，会当慢慢啊生传落去。也毋过吼，最近发生一件对母语足无友善的一个事件，伊发生伫咧国民法官咧审判的时阵发生的一件代志。啊，这件代志啊，其实吼，咱先来讲一寡伊的头尾的故事，是一个足悲伤的故事。无毋对，就是讲吼，伫咧去年10月中的时阵啊，有一位姓寇的女子，伊就摕迄枕头，甲伊家己6岁的后生翕死，翕死了后，佫摕刀片堵家己的身躯，啊，毋过尾啊去互人救活，啊，伊去互人救活了后，伊就变做是即层命案的被告嘛。啊，毋过其实讲即层命，无论是伫伊发生一个过程，还是讲伫咧审理的过程，拢有足侪物件，互阮通好思考甲反省的。其实吼，即个当事人吼，根据新闻谢梦莹记者的报道，即个当事人伊无想讲吼，家己会互救倒来，所以吼，伊有留2个手尾梨，啊，这手尾梨吼，伊一张是互伊爸阿母，一张是互伊离缘的翁婿。伫咧互因爸阿母的迄张手尾梨内底，伊就写讲吼，其实吼，伊无相信讲伊的爸阿母会好好听伊伫咧婚姻内底即件代志好好听，因为吼，伊自细汉到今嘛，因爸阿母定定咧否定伊的想法，伊就感觉伊讲这个话，伊的后头厝一定是袂法度甲支持的。就是伊原生的家庭无互伊即个安全感。其实伊伫咧伊的手尾里嘛有讲到，伊认为伊即个前翁吼，定定伫咧外口偷食，而且伊本身伊家己吼，就是惊会去人当作神经病，所以伊拢毋敢去看医生。所以尾啊，伊就行向即条啊，甲后生做伙带走即条不归路。虽然靠生即个女子伊有留手尾里，啊，毋过伫咧案件入去即个审理的过程了后咧，若是徛伫一个较理想的角度，确定的功能，应该无若是爱去了解当事人伊伫咧犯案进前发生过什么款的代志，嘛爱为伊的爸母啊，还是为伊的前翁这角度落去做了解安尼。对，啊，你也徛伫咧被告的角度来看的话吼，伊感觉伊的后头无人通挖去。也毋过，其实伫咧法庭顶悬啊，因爸阿母有讲一寡关于遮的故事。譬如讲，可姓女子伊要转去上班的时阵，伊甲囡仔，就是迄个6岁的囡仔，就是带倒去互伊后头厝带。啊，迄个可姓女子伊伫外口欠200万的小，到最后嘛是因爸爸跟因阿舅去帮伊还这200万，啊，佮有案发的当时吼，是因爸母含伊的小弟来迄个现场来报警的，甲看的。所以吼，因就想无讲吼，为虾米因查囝会感觉伊的后头厝是无法度挖去的咧？啊，毋过无论是即个女子啊，伊伫咧进前是拄着啥物款的代志，拢无法度投票讲伊应该爱排即个刑责即个事实。毋过伫咧庭上啊，即位老大人在拿口拿讲伊查某囝的时阵，伊是用台语在讲，啊边仔人就嘻嘻哈哈，伊就讲啊，伊哪讲台语，我听无，你敢听有？就伫遐边仔呢，就无尊重人安尼。这就是佮另外一层的争议啊，因为吼法院顶悬拢会传一个叫做语音辨识的系统，啊，这个系统吼有法度甲出庭者伊讲的话，随着甲转做文字。也毋过这个系统呢，即马嘛是针对迄个华语落去做准备，所以无台语啊，你也当作是迄个出庭的人，伊惯势讲台语。伫边仔听的人，毋管是民众，还是讲国民法官，伊咧听的时阵，伊可能就听无台语咧讲啥，这可能会影响到国民法官，啊无就是法官伊咧判断的时阵一寡小可的侦查。所以尾后咧，毋知影是即2位老大人，伊可能就听到边仔的人伫遐笑因，所以到迄个审问的阶段的时阵咧，伊就转做用华语来回答。虽然讲因确实是嘛会晓用讲华语，啊，毋过我感觉为即件代志，咱就会使看到哦，咱即个伫咧法院顶悬啊，这是一个对国家语言资源有欠缺的一个问题。另外一层的问题就是讲吼，即届参与审理的国民法官，伊是用什么角度咧去理解被告的犯案动机？根据法务部以国民法官专任的办法，审理进程，各地方法院伊会提出一个无公开的专任的定数，伊抽一寡人起来做国民法官，伊嘛毋知影最后出来真正做国民法官的遮个人，伊是用什么资格落去选遮个人出来，甚至讲吼，伫进前佫有私人的地方法院吼，决定讲我即个无爱用国民法官。咱就为即件酷刑女子的案件来讲吼，伊咧审理的过程当中，伊国民法官的性别的比例是4个查甫的比2个查甫的，所以这有啥物问题咧？根据这新闻的报道啊，咱的3号国民法官是一位女性，因问的问题是讲，啊，你敢无想讲你要去找另外的社会资源去甲你斗相共，啊是讲其实你根本就毋知影有遮个社会资源，你敢知影有其他的社会资源？对比来讲吼，其他的男性国民法官伊就问一寡问题，就是讲
被告做人老母是安怎互囡仔请假15天？敢讲无应该互囡仔好好啊来受教育吗？你做人老母，敢无想讲要去做临时工？伊的意思讲，就算讲你去做临时工，你嘛爱甲你的囡仔请养大汉。这就是一个人对这个被告伊的角度，伊无去理解到，伊随就去问这个问题。煞无想到讲吼，伊会当问讲，伊为什么无去找外界的帮助？讲到这吼，虽然讲咱即马无法度马上就提出讲我们要安怎解决这款问题，啊，不过至少咱是爱去注重哦，其实有这个问题存在安尼。啊，不过咱即马会使马上提出一寡解决方式，是讲咱是安怎去支援国家语言伫个法庭顶悬，是讲北科大啊，佮有高大，因伫个进前个都有共同开发出一套 AI 台语语音辨识的系统。佮有较早咱伫个即个新闻顶悬嘛是有一个雅婷顺利稿，嘛是会使甲台语翻译做华语安尼使用。是啦，咱准讲吼，反正即马无法度随着传这个系统，也毋过吼伊上无嘛爱去请通译，安尼就会当变成讲吼，有决定权的这个人，譬如讲法官、国民法官，伊咧审理的时阵咧问问题的时阵，互迄被告啊，伊会当用伊原生的语言，这个通译吼，就会当翻译这个语言，互国民法官啦、互法官啦，知影伊原本的想法是啥，好好啊做判断。这拢是爱靠咱司法的单位来做这个准备，啊，互迄毋管是被告啦，还是讲原告，拢会当好好啊用家己的语言来表达家己的看法。安尼后回这时间继续收看第一真连灯咯，拜拜。